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543號。喺呢度，你不必喺便捷交通同生活品質之間二選一，更無需喺資產增值同方便舒適之間做取捨。呢個項目正係為追求效率同質感並存嘅都會精英量身打造。喺葵涌呢個黃金十字路口，向東10分鐘直抵九龍核心商圈，向西8分鐘穿梭荃灣繁華街市，向北貫通青衣，向南直達港島。呢種4區交匯嘅樞紐地位，讓你隨時切換商務會議、家庭時光同休閒娛樂模式。更難得嘅係，步行10分鐘即湧雙地鐵站、大窩口站同葵興站，如同兩條動脈貫穿香港。8站到旺角，6站抵尖沙咀，45分鐘直達機場。無論係喺清晨飛往東京出差，或者下班之後到銅鑼灣享受米其林晚餐，呢度都能夠讓你嘅行程表從容不迫。真正讓呢個計劃脫穎而出嘅係5分鐘生活圈嘅極致配置。清晨步行到葵涌街市選購有機蔬果，午休時到新都會廣場嘅空中花園品嘗地中海料理，傍晚帶孩子到愉景新城體驗 STEM 教育市集，週末喺葵涌公園嘅都市農莊享受耕作樂趣。呢度更加係商務人士嘅隱形福利站，6分鐘車程直達酒店嘅智慧會議室，8分鐘抵達無邊際泳池接待客戶。對智慧投資者而言，呢度更加係一座待挖嘅金礦。有人問理想生活該係乜嘢模樣？喺青山公路葵涌段543號，答案係早晨喺鳥語中醒嚟，10分鐘抵達工作室；下晝喺星級酒店簽下1000萬訂單，傍晚帶孩子觀察公園裏邊嘅螢火蟲生態。呢度唔只係一個地址，更係一種掌握時間主動權嘅生活哲學。而家就讓我哋帶你實地感受呢份從容。